你或许不会相信教堂的白鸽会亲吻乌鸦，但你不得不相信恶魔与天使之间的爱情，而他们的结合又会诞下怎样的产物呢？它并非实体，而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名为创世纪。它是唯一非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因此上帝也无法控制它，甚至还会被它死死的拿灭。创世纪能强控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虽然不能完全控制他人的思维，不过只要你拥有灵魂，听得懂英语，就必定会臣服在他的脚下。黑人神父在非洲传教，他将创世纪弘扬成了上帝神话，结果被赋予了这股力量。看到神迹，信徒们疯狂，传教士也初次体验到力量的可怕。就在他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时，创世纪开始排斥，爆体而出，信徒们也以100米9秒83的速度逃窜，发誓就算给再多鸡蛋以后也不来了。之后全球多地都出现传教士爆体的事件，令警察非常头疼。然而另一件更头疼的事即将要发生。私人飞机上，空少只是上了个洗手间，竟发现乘客之间的真实目的。隐藏的圣经是吸血鬼猎人专用的法器之一，而卡西迪就是活了119岁最年轻的吸血鬼。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破绽，手却向他们突然发起攻击，对方也马上拿出各种古老法器要他的降意，结果却被卡西迪逐一化解。毕竟他有100多年的作战经验，吸血鬼拥有超强的嗅觉耐力和速度，在人类的眼中可以说是不死不灭，从死到生只需一瓶血浆而已。没死透的猎人还妄想用驱魔用的圣水对付他，可所猎取的对象根本就不在一个赛道上，看来是知识学杂了。临走前，卡西迪接了一瓶现成的充能饮品，顺手又拿走机长的飞行眼镜，没有降落伞就用雨伞代替，反正名称的最后都有一个伞字。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享受自由落体带来的快感，但事实证明雨伞代替不了降落伞，地面被他硬生生地砸出个大坑，身体也摔成了肉酱，不过牙齿还在。走运的是奶牛为了看热闹将自己送上门，恢复如初的卡西迪来到酒吧打听自己所在的位置，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后半生的男人，小镇仅有的一名神父杰西卡斯特。此时唐尼来找杰西兴师问罪，诬陷杰西给他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不过唐尼低估了最硬核的神父，不像别人传教靠嘴，而杰西全靠动手。毕竟杰西在做神父前可是过着刀头舔血的犯罪生活，因被同伙背叛入狱，未出生的孩子也因此与他阴阳两隔。改过自新，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小镇，继承父亲的教堂，成为传教士，这活脱一个黑帮教父原型。哪怕是警长赶来制止，杰西也不会给面子，直接掰断唐尼的手腕，使其骨肉分离。卡西迪对这个普通人的狠辣心生敬畏，说什么也要拜他做大哥。解决了一切，杰西准备回到教堂，还没进去便发现教堂的电路异常。多年的经历让他警惕万分，可黑漆漆的教堂内没半个人影，却有一股莫名的气浪缓缓向他靠近，临近时猛然加速钻入他的体内。这次创世纪却没有让宿主爆体而亡，其实是因为杰西亦正亦邪的人格恰好契合天使与恶魔一黑一白的先天条件。不过好运的同时也伴随着厄运，这股力量的存在，恶魔感到耻辱，上帝对他忌惮，所以杰西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最主要的是杰西还不知道创世纪的存在。